1000块钱啊，至少写你个人啊。你这个才预谋很久了吧？没有，临时起意。看看逮了他吧。带这几条鱼，咱还买东西不？肯定得买啊！就是这几条鱼够干嘛的？不能买东西，钱从我那1000块钱里出。既然这么大方，你骂也是想骂呀，不应该。